講起人生嘅意義，唔知大家會諗到啲咩呢？我就諗起大約20年前，我報考中文高考嗰陣時，讀到殷海光先生嘅一課書，裏面有一節係講人生就好似一條河咁樣，有佢嘅源頭，有佢嘅流向，但係最重要嘅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我哋點樣去體驗，點樣去選擇。嗰陣時我以為我明嘅，但係其實我乜都唔明，直到我30幾歲先至真正思考呢個問題。老實講，我以前對於人生嘅意義嘅理解好膚淺。我覺得有份穩定嘅工，有層樓，結婚生仔，咁就係有意義嘅人生啦。我跟住呢個公式生活咗好多年，每日朝頭早7點鐘起身，8點半返到公司，12點食 lunch，6點放工，然之後返屋企食飯，碌手機瞓覺。周末就同朋友或者家人食飯。我覺得自己過得幾正常，幾充實。但係有時候夜晚瞓唔着，我會覺得好空虛，好似我嘅人生就係一個碌，重複又重複。我開始懷疑呢一樣究竟係咪我所要嘅人生呢？轉捩點係我24歲嗰年，我記得嗰日係星期一，我坐喺 office 入邊做緊一份好無聊嘅報告。突然間我喺度諗，我仲要做呢啲嘢做幾耐呢？做多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直到退休，然之後點呢？我開始問自己一啲我從來都冇諗過嘅問題。如果我今日死咗，我會唔會後悔呢？我真正享受緊我而家嘅生活嗎？我有冇為自己生活過呢？答案係令我好不安嘅。我發現大部分時候都係為咗別人嘅期望而活，父母嘅期望、社會嘅期望，甚至乎係我自己對正常人嘅期望。我唔係一開始就係諗做電商嘅，我試過好多嘢去揾自己真係想要啲乜嘢。我試過學攝影，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好中意嘅，但係2個月就放棄咗啦。我試過去 gym，希望透過做運動去揾到啲滿足感，但係都係做咗2-3個月就冇咗動力啦。我甚至乎試過轉工，以為換個環境就會開心啲，但係轉咗工之後呢，發覺問題唔係工作，係我自己度。直到我開始接觸電商，我先至慢慢明白我真正想要啲乜嘢。我開始做電商，其實係因為想揾多啲錢嘅啫，好現實，但係又真實。我冇諗過呢樣嘢呢會改變我對人生意義嘅理解嘅。第一次有人買我產品嗰陣時，我興奮到瞓唔着，唔係因為我賺咗幾十蚊，而係因為我創造咗啲嘢出嚟，為呢個世界帶嚟價值，而係有人願意俾錢買嘅。嗰種感覺係我喺 office 入邊從來都冇體驗過嘅。慢慢我發現自己變咗，我開始期待每日起身，因為我知道咧今日咧可能有啲新嘢、新嘅突破。我開始覺得自己係自己人生嘅主角，而唔係配角。但係最大嘅改變咧，係我開始明白自由嘅價值。而家我覺得人生嘅意義唔係你做咩工，唔係你揾幾多錢，唔係你有幾多成就。對於我嚟講，人生意義就係有選擇嘅自由，自由選擇我想點樣過每一日，同邊個一齊做嘢，喺邊度生活，我想將啲時間擺喺邊度。我唔係話每個人都要做電商，或者每個人都要 quit 咗份工佢，我只係分享我自己嘅經驗。對於我嚟講，電商俾咗我呢種自由，所以我覺得有意義。老實講，就算而家我都仍然係會有懷疑，有時候會喺度諗，我係咪太自私呢？我咪應該揾一份對於社會更加有貢獻嘅工作呢？但係後來我先明白，如果我自己都唔開心，我點樣可以令其他人開心呢？如果我自己都唔自由，我點樣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呢？而家我透過教電商，幫助到一啲同我以前一樣迷失嘅人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我而家嘅意義啦。用我嘅經驗去幫其他人揾到佢哋自己條路。呢幾年嚟，我學咗幾樣嘢。第一，人生嘅意義係會變嘅。我20歲嗰陣時嘅意義，同我而家嘅意義咧，完全唔同嘅。我諗10年之後又會再變噶啦。第二，冇人話俾你聽咩叫做有意義嘅人生嘅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咩令你覺得值得嘅啫。第三，揾到意義係需要時間同埋經歷嘅。我都試過好多嘢，失敗過好多次，先至慢慢揾到而家呢條路。我分享呢啲唔係想說服任何人去同我做一樣嘅嘢，我只係想話，如果你而家都覺得迷失嘅話，覺得生活冇乜意思，你並不孤單。我唔知道邊條路會啱你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唔開始去諗行動，去諗改變嘅話，你永遠都唔會知嘅。對於我嚟講，電商係一個開始，係一個俾我重新認識自己嘅機會嚟嘅。可能對於你嚟講，答案係其他嘢，可能係藝術，可能係運動，可能做義工，可能係創業，可能係任何嘢。最重要嘅係你要俾自己時間同埋機會去試。我而家嘅人生唔係完美嘅，但係最少係我自己選擇嘅。呢個對於我嚟講係已經就係好有意義嘅事情。
如果你都想分享你嘅諗法，可以喺下邊留言，俾我聽下你哋嘅故事。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我會繼續分享我嘅電商旅程。下次見。